选调，一届无得看路，独独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，将你所求的摆咧伫上帝，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你的心、你的念头。哈利路亚！很高兴我们一同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他。这时候，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只要圣殿，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值配的尊崇和赞美的。我们要来将敬拜的声音充满在我们的圣殿当中，他是实在、自在、永在的主。欢迎他降临到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
承受你生命，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果实。我们虽然渺小卑微，可是主你将我们选起，你一直爱
即是咱来吟一首的圣诗来学咱的上帝。圣诗333首，圣诗333首。好打好打认基督，咱互耶稣救赎，战旗举悬过奋志，毋准伊名受辱。主带军兵着对伊，直到对敌降服，打着连连袂得胜。万国拢归基督，咱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好打好打认基督，咱互耶稣救赎，战旗举悬过奋志，毋准伊名受辱。
今日我我对定，受洗向我免惊，基督的名太阳，天朝那险那艰苦，心志我勇行，何得何得真基督，一心靠主的名，现起的热情不足，可家己无理由，着情风雨的回家，叫声基督无线，拄着危险无论来，无险艰苦着无，何得何得真基督，到这无惧袂散，今日艰苦无性命，明日得成唱歌，到尾期若有得胜，到底的我要留，也甲阳光的光荣，忘记永远享受。阿门。即是咱来共读10条诫命圣诗的头前，咱即是同心出声来宣告10条诫命，敬献咱甲上帝的立约。第一诫，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高敬偶像，无论天顶、地上、甲地下水内所有物，拢毋通做伊的像，毋通敬拜伊，也毋通服侍伊。因为我耶和华断上帝，断无容用别个上帝比骗我。我有我的，我对着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，听我守我诫命的，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。第三诫，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，耶和华确实无掠伊做无罪。第四诫，着记得安息日守之做圣，6日内应该着活，做恁一切工，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精生，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遐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。所以耶和华祝福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第5诫，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，得着久长。第6诫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诫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诫，毋通偷盗。第9诫，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诫，毋通贪你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，以及恁的厝边一切所有的。这是咱同心来学咱的上帝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倒一遍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阮用欢喜着调的心来亲近主你。主你设立安息主日，就是要阮来到主你的圣殿来亲近主你。主啊，阮真感谢你，令阮知影，阮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要来反悔认正、反悔认罪。因为阮生活上有当时拢会得到着主你，也毋过阮家己毋知。上帝，你着看顾阮、保守阮，当阮要行毋对的时阵，主你着出声甲阮求、甲阮叫，互阮会当得回头来到主你的面前。
主啊，阮真欢喜，因为主你都保守看顾阮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生活当中来跟对着主你的脚步，互阮常常有主你伫阮的身边来保守看顾阮。毋管阮伫什物所在，主你有愿要来引带阮，互阮来当成做你所属的囝儿。阮真感谢你，今日阮众兄弟姊妹要来到主你的圣殿，就是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，聆听主你的教示，来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做阮生活中的准绳，来当互阮一步一步对主你的脚步，永远无来离开主你。主啊，阮也真感谢你，今日你都引带你的罗卜林正乐团队来到阮的教会，直接来讲出你圣经来的话语，来甲阮来分享，互阮搁较明白主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为林团队伊的生活，伊的一切，拢会当成做阮的一个看一个种的模样，会当互阮会当来学林团队伫伊的生活当中来安怎来经历着主的恩典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也将阮今日的聚会，拢当透到，拢会当来到主你面前来感谢主你，也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阮更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阵，搁更加来听主你，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也将阮今日的聚会对头到尾，拢来成做你的看顾，阮将一切来奉献互主你。阮当只献上阮感谢，阮当安尼祈祷。拢上耶稣叫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就兄弟请坐。即时要来看圣诗后壁课文12篇。课文12篇，显着咱三角来客用。上帝是阮得胜的所在，甲开力。所以地虽然变迁，其中的水虽然哗好又野涌，有一条河伊的开车，互上帝诚欢喜。上帝伫迄中城的确无摇动。日邦哗好，上帝出伊的声，万军的耶和华甲咱伫咧。来呀，来看耶和华的所做。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，站长枪。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。这时要来看两节的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历代志下20章22节。旧约历代志下20章22节。上帝安尼记载，因拄仔唱歌学乐的时，耶和华就派埋伏的兵攻击遮个，来攻击犹大的阿门、摩押甲西尼山的人，因就受拍。再来看一节的圣经，记载伫旧约箴言21章31节。箴言21章31节。要是为着交战的日来备办的，总是得胜的事。耶和华我搁来读一遍。
箴言21章31節，要是為交戰的日來準備的，總是得勝是對耶和華。咱即是要來請咱的林傳道、林這個傳道伊來證道，伊的講題是爭戰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看見咱的教會，入來甲咱的教會，就感覺真燒咯。特別咱的教會真水，現代化的建築，真有水準的音響，咱的光線、咱的配色、咱的燈光，咱的座位，攏是非常讚吼。佮較第一水的是咱教會的人文吼，是人，上水的是人。我對開始落車入來到講台，入來到禮拜堂聽，看到遐弟姊妹大家攏笑眯眯，這款的溫暖的感覺，互我真愛來啦吼，互我真愛來。希望咱會當將這個感恩的心獻佇上帝面前。咱看咱教會的敬拜讚美團，愈來愈進步吼。即馬毋但樂器唱的人攏受訓練。咱的隊伍內面佫有參孫，有無？看咱的兄弟他們留遮爾長，我看了有夠欣賞的。我做想要留像伊遮爾長。我佇藝術學院做院長的時陣，有一段時間留長他們，做麻煩。所以有當時這是攏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啦看到遮個，我感覺心攏真安慰。我坐咧，我就真感謝上帝。咱的教會是有願望的，咱的教會是有疼心的。咱的教會是蒙受上帝恩典的，你捌為着這個來感謝上帝無？拍破來感謝咱的上帝。今日咱要來講的題目是爭戰。爭戰這個題目，可能無介好講，但是咱會友信徒袂使攏食牛奶，有當時愛食較甜的物件。所以有時培靈，有時報道，有時禮拜堂的禮拜四的講道，攏是要助傳咱靈命的成長。爭戰，啥物是爭戰？爭戰甲戰爭有啥物無共款無？大部分在講的戰爭，就是你的軍隊拍我的軍隊，我的國拍你的國，迄個做戰爭。爭戰都無共款的啊！爭戰若台灣話來講，叫做輸贏。有當時真濟時陣輸贏，無一定是燒爭，無一定是舉武器。親像翁仔某冤家，迄就是咧輸贏，迄就是咧爭戰。你敢知影？你今日要來坐佇遮嘛是爭戰呢？人隔壁要招你旅遊有無？人咧講得出去佚佗，人平時愛交500、600，今日較交2爾。我是要來旅遊較好，還是要來禮拜較好？你看你今日來念着10條誡，着守安息日。我假使我今日就來，是無？所以咱生活當中也充滿真濟的爭戰。戰爭甲爭戰的無共款我常常佇北朝鮮，就是北韓在工作。伊關國家關起來5、6冬所以我差不多5冬無去，然後最近會當去年會當去安尼拼死命走。北韓卡袂到，就要發射飛彈，會緊張袂？南韓的人足緊張，迄一個飛彈若拍無好勢，愛死足濟人。特別南韓。甲美軍在準備還沒對抗演習，這攏是互做真濟的緊張啦特別咱面對中國的迄個恐嚇，卡袂到，就是要留島不留人這毋是黑白講的這是因的政府的文件流出來，因有一個策略，就是講台灣2000幾萬人迄攏歹教歹規劃啦，乾脆都攏太咱甲對中國這14億人，凊彩叫2000萬過，舒適，魚個厝有車有糖攏有所以面對這個挑戰的時陣，你會驚袂？咱檢採會煩惱會驚，這就是戰爭真重要的傷害關鍵。你若去到佇足濟國家，特別我去真濟國家，我攏先對伊的戰爭博物館。佇中國，我有去看幾個城市的8年抗戰、8年和日本人相戰的戰爭的紀念館，你入去攏安尼笑出來攏哭啊，規面攏目屎這真正是若有憐憫的心的人，攏有這個情形。
我伫北韩有哪去参观因的战争纪念馆，啊，目屎流比中国较济。朝鲜就是北韩吼，北朝鲜吼就是北韩，因的迄个军夫纪念馆，你看了你会足艰苦心。你会祈求上帝，互咱无拄着战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非常重要。咱今日要对圣经内面一寡战争来学习功课，所以圣经内面这个故事是旧，也佫是永新。故事是旧的，感动是新的。所以请咱今日用学习的心情来看圣经内面，甲咱记载这个话语。这个故事是甚物款的？头先咱来看摩西甲亚玛力人的相战，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吼，在17章真精彩的一个故事。迄个所在是号做利非亭，迄个名无介好念啦吼，利非亭。我有写一条歌，就是这个圣经故事。在唱的人来到利非亭，拢念袂好势，所以利非亭这个战争，摩西叫伊的好助手约书亚带兵竞选人去烧台，结果伊讲：恁去烧台，我来山顶，我来山顶为恁祈祷。摩西和一般的角头兄弟是无共款。阮少年在做毋正囡仔的时阵，阮的老大个若要和人隔壁装拓肚烧台，武士刀、扫刀发落，就讲：少年诶，互死！拢条伫后壁去呢。你看战争片有无？迄将军一个出来，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国家，兄弟们上！哇，伊拢倒喺后壁去。摩西毋是即款特质哈，伊是山骹约书亚带兵在烧台，伊是伫山顶举手祈祷。圣经安怎记载？当摩西举手祈祷的时阵，约书亚就刣赢。当伊的手伸放落来，约书亚因就刣输。所以当初是有两个人，一个做亚伦，一个做何尼，因就搬一块石仔来，互摩西坐，两个人两手甲边甲吐掉的。所以摩西的手就一直举悬，一直举悬。结果以色列人约书亚就刣赢。约书亚带以色列兵伫山骹扑到要死要活，结果得胜的关键毋是在伫因后烧台无后烧台，得胜的关键是伫山顶迄个举手的。所以领袖足重要，你对着领袖是非常重要。一个教会，咱的领袖头人是啥物人？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但是看会到的是牧师。所以一个教会会兴旺会衰败，有在做事工，有在传福音，无牧师真重要。竞选一个领袖，一个牧师真重要。所以咱教会虽然目前无牧师，咱会面临着教会聘请牧师，会开好会，你爱准备心为伊祈祷，然后较来投票。毋是讲都来了，敢选就来啊，互民主互伊家断落安尼啊。这竞选牧师毋是在做民主的，你爱听上帝的声。上帝也感动你讲不 OK， 你就袂使当赞成。上帝若甲你讲这个好，你就袂使反对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烧台输赢，毋是在伫现场，是在伫背后的困难。约书亚战到要死，刣到要死，得胜的关键在伫摩西山顶的举手。所以，请你会记住，一个好的领导人足重要，一个好的助理助手也足重要。亚伦甲何尼无举刀去烧台，但是因扶持摩西的手，互约书亚刣赢。这拢是非常重要助手的角色。有时你伫教会无一定扮演主角哦，有时你伫教会是扮演一个配角哦。像看到咱的敬拜赞美团，带咱吟圣诗，大家看到拢三个，头前三个两个姊妹，一个兄弟，较看袂到后壁这伴奏的遮，是无？咱参孙要输也伫后壁咧弹，咱无啥注意到伊啦。但是因若伫遐甲你乌白母、乌白啦。
讲像讲青梅细园区讲黑爸母，好无？就规个就拢破坏去啊！所以，请咱的其实领导真重要，但是做一个助手也非常重要。你伫教会有当时是做主角，但是有当时是做配角，用感受的心来做上帝的工课。咱来看第二个战争是大逼甲歌利亚，这是伫撒母耳上卷所记载的故事。歌利亚有熟悉无？有啊。恁兜电号码几号？毋是熟悉啦吼，是听过即个人，即圣经的讲的故事嘛吼。大逼甲歌利亚谁较强？逐个较叫囡仔来问啦，知影歌利亚较强。歌利亚若用真正的笑牛，开始248公分到250公分。大逼是个囡仔屁尔，是要安怎战啦？但是事实上，圣经就甲恁记载讲。大逼是摊赢呢，歌利亚是互伊战败呢。这是非常重要。迄个以拉国的战争，迄个以拉国是圣经内面讲到以拉国的时阵，就讲到大逼甲歌利亚的战争。你看大逼有无？摕一个黑色，咻就头下去哩，歌利亚就死啊！你讲迄较有可能？你甲想嘛，你即摆叫一个国中生，他读国一的尔。你出去含一个200公分咧要烧台，你嘛感觉讲就无可能。但是即个国中生举枪呢，有无？迄个大汉人举刀呢，谁会赢？应该是举枪会赢吧。所以有当时咱唔好用咱的想法去开做判断，特别伫即个圣经内面记载以拉国的战争，咱看见这是上帝话记载的故事，唔是神话。所以圣经内面甲咱讲的每一个故事，拢有特别的意义。特别这个故事甲咱讲一句话，讲你来挑战我，你来伤害我，你来攻击我，是靠刀剑，但是我是靠耶和华我的上帝。战争的输赢，毋是你所用的武器，毋是你安怎强猛，你的人偌济偌勇，是在伫耶和华决定输赢。所以咱对撒母耳第上卷的17章，咱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咱就知影，咱就倚靠耶和华咱的上帝。咱有上帝通去靠，你唔通靠，你嘛是真害哦吼！你靠人无效，靠人靠山倒啊！所以咱爱学习这个。第三个故事，咱看约书亚伫基遍地，迄个所在有一个阿摩利人5个王。迄是阿摩利人是非常够烧战、非常勇猛的5个王集因的军队来做伙拍，伫基遍地来拍约书亚。恁看约书亚记第10章第当看到安尼，迄阵的战争是非常激烈。上帝伫圣经内面记载讲，上帝为着因这个战争停止大自然的自然律，互迄个日头留伫基遍地。互迄个月亮留伫阿雅伦国，较早若天暗都无战啊嘛。以色列人约书亚刣得要赢，若日头落山，佮互因转去重新准备，就佮歹刣啊。所以上帝为着因特别惊一个新约。所以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内面，甲咱讲一个事实：上帝愿意帮助你，佮愿意为着你。改变自然律，什么叫做自然律？就是1+1等于2，做自然的呀。1+1有没有可能大于2？ 1+1就等于2啊，那会可能大于2，对不？阮出去咧做工，我一个人啊，阮太太出去咧做工，嘛一个人，我甲阮太太2个人出去，就是大于2。所以这个数字毋是照人的数字来咧算。约书亚当初是做这场的战争，来见证着上帝为着人所做的牺牲。这个自然律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连上帝都爱服从伫这个自然律。日时出日头，暗时出月亮，寒人就寒，热人就热，这是个自然律。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亲自带因征战。愿意破坏自然律，这有足困难理解无？无啊！咱咧破病有当时迄个医生看注一支射就好啊，
但是有当时啊，你医生看哪有看哪看，有医生看到无医生袂好就袂好。偏偏你参加一个报道的一个培灵会，叫讲员啦，叫牧师甲你祈祷，好呀。所以，请咱来记住，上帝愿意因为疼来改变伊的自然律。上帝疼人疼到安尼，所以你有啥物代志免烦恼，你甲上帝恳求，上帝要帮助你。我真爱看的一段圣经，在是《列王记》上卷18章。这个所在讲到以利亚甲巴力的450个先知相战。你求恁的上，你求恁的神降火，我求我的上帝降火，看啥物对一个神较有够力，对天降火落来，甲这祭物拢烧去。这个挑战，这个勇气是非常大。咱看圣经内面，巴力的先知450个，大家伫遐操五宝，大家伫遐咧好启动啥物货？以利亚甲伊讲：恁的上帝检查咧困啊！所以发较大声，结果因舞弄一大波，然后咱看到圣经内面记载讲，完全拢无啥物反应呢。当以利亚天祈祷的时，伊叫四周的人讲：恁将水泼伫这段顶，火就咧引袂落来，佮泼水，3逝拢总倒10几桶水呢。上帝就因为怜悯以利亚，甲以利亚辟国，去天顶降火落来，甲这段物件拢烧了。咱回去今仔个家庭功课，列王记18章，回去看看，你会看见上帝哪会遮尔奇妙？毋是看你人多人少，人多伫圣经内面无代表是对的，是有亏力的。你看以色列人和所有遮个外邦人咧争战，拢因人较济，以色列人佫歹赢呢。所以请咱会记住，毋通讲人济就对，人济就有亏力，无拄。若无互上帝来使用，人较济就无路用。请咱会记住，这是等于今日个方法课吼。佫一个故事，较多咱有讲到咱中央教会有一个参孙，有无？咱少年兄，你来看，头毛长长，你毋通夹脚倒伊个夹呢，无咱呢，人家家己夹就无法度吼。参孙用驴仔的牙做骨，国语讲驴屎骨，台湾人好多牙做骨，牙迄个牙做骨，杀死1000个人。你甲看迄款的勇猛，迄款的气力。人拢徛掂掂，拢无叮当，互你抬1000个，你着抬到手酸，手都也袂开啦。圣经讲征战小抬呢，抬1000个啦。上帝话就是上帝话，上帝话毋是神话，这毋是讲妄假，讲西流的呢，哪有可能安尼？哪有可能？上帝话就明明白白记载伫圣经内底。只要是开了对上帝来，你就会当从无可能变做可能，你就会当从艰难变做简单。请咱来记住，咱的上帝是无可限量的上帝，毋是用咱的头壳会当去思想的上帝。请你会记住，上靠我靠上帝，人会当成就新业技术。人讲倒会困袂去，坐哭哭拄有无？这个老人的现象。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记，这哭哭拄，倒会困袂去。这是拢讲较早，咱的社会人拢咧讲较早的故事，咱较多讲的迄嘛拢较早的故事。咱讲一个较现代，互咱大家听。以色列国当1948年5月，伊宣布要入国，要加入以色列人的迄个全世界的联合国的时，这阿拉伯的国家，迄是拢规个滚起来呢。以色列哪会当安尼复国？你圣经内面讲恁来复国，还袂通。20几个国家，阿拉伯国家反对，迄20几个国家大小拢加起来差不多1.2亿人，1.2亿人，甲以色列人来征战，以色列当然是对全世界各国转来到因复国的所在，总共算甲65万人，65万人要安怎拍1亿5千几万人啊？
人单配喙呢嘛，甲遮淹死。迄个战争，大家在看讲啊，这拍无3工，以色列就投降啊。较有影，拍9个月，以色列人佫歹赢。总啊共啊，以色列较死6000个人，阿拉伯联军死4万多人。所以人的算术、人的看法，和上帝的作为无同款。因打复国，因也无足重要的武器，也无足好，但是因就是和阿拉伯的联军安尼在刣。我有去甲研究即个战争，因足奇妙呢。因的所在复国伫遮，逐个国拢甲伊拍，即个国甲伊拍，伊就和即个国拍，拍，伊在拍即个国的时阵，全力较遮拼输在遮人精。即个国拍倒落来的时阵，伊佫活转身来拍另外一个国，安尼拍9个月得到胜利。这若无上帝和因同在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佫较神奇的是一个6日战争，你若上网迄个搜寻，还佫有一寡图片，还佫较有可能一个战争6天。1967年，埃及、叙利亚、约旦这个阿拉伯国家佫联合起来，侵犯以色列国的边界。你讲哦，恁以色列国原本是安尼尔，复国安尼啦，怎么都变安尼？袂使好继续大汉啊！因联合来拍。迄是非常紧张的呢，伫迄边界，甲看规个拢总是兵，规拢是军队。真奇妙，伫1967年6月初5，以色列人因计划好，就是迄天要空袭。因讲，等恁开枪甲阮拍已经伤慢啊，伊就派军机去炸阿拉伯的联军。伫尼罗河三角洲啊，伫即个苏伊士运河即个所在，大部分会在时啊，拢是大荒芜啦。都特别迄天，因计划6月初5，6月初5竟然就是规个拢好天，所以以色列的兵、以色列的空军开始去轰炸，然后因的坦克车出动，因的军队出动去拍。总共多拍6天，这个约旦、埃及、叙利亚的联军就拍败宣布和谈。人类甲伊统计，以色列人拢总了26台的飞机，但是阿拉伯联军是451台，这个比例真大吼。以色列人的坦克车真少，但是拢总废去的61台。阿拉伯联军是821台。拢总以色列人死3700几个人，但是阿拉伯的联军死6万外，佮40几万人无加可归。迄个战争是一面倒的，是安怎？遐尼济国的联军拍以色列，以色列毋惊，因为因有上帝通靠。所以上帝的选民是真正无共款，你互上帝敬着。你就充满了上帝同在的快乐。迄个姊妹，你是上帝的选民啊，毋是？无因的人，恁聚会到遮会当先转去啊？你若毋是上帝的选民，你哪会坐伫遮，坐头壳一空安尼？咱拢是上帝的选民，差别是以色列人是旧约时代上帝拣的，咱遮的新的以色列人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竞选、保护、亚看，改变咱的血统，改变咱的基因，成做以色列人。咱在座拢是新的以色列人，咱拢是上帝的选民。上帝对万人中间竞选你出来，毋是偶然的，毋是偶然的。请咱一定爱记咧这个。佫一个故事要讲互咱大家听。1987年，北韩得到中国的支持。伊就一直要甲南韩拍落来，伊的武器、因的人的数量，甲因的真正是对南韩袂得，但是北韩足硬，所以因就发动军队集做伙，准备粮草，要按算伫迄年的冬天对大东江结冰的时阵，对北平侵略落来南韩。
当南韩的情报局知影了后，时甲全国宣布讲，咱要开始备战，因为北朝鲜要来甲阮拍。迄个时阵，伫汉城，咱即马讲首尔，所有的基督徒拢聚集伫底，伫大东江边，跪伫遐敬祭基督。咱看见一个事实：1987年迄年的大东江无结冰，历史以来只有迄当无结冰。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啥物？当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得要发挥你基督徒的责任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有责任。韩国的基督徒知影因的责任是啥？我就是祈祷。圣经有遐尼济上帝为咱征战的，所以阮就祈祷求上帝出手。啊，上帝迄年1987年，伊无派天使去战呢，伊互大东江无结冰，恁就无法度落来啊。这是违反自然律，违反大自然，违反所有历史的记载。这是又搁真又搁歪。有的人讲，有的人无信的讲，煞毋知遐济人伫大东江边，迄个体温、迄个烧度，大东江就袂结冰啊！煞毋知，这也无啥物奇怪啊。迄即摆敢是安尼？大东江对遐尼悬，一直流，啊！恁才咧祈祷，啊，规条江拢温度恁拢烧会着，恁莫骗你囡仔讲话个，对无？因伫遐汉城的大东江边祈祷，影响的是规条大东江拢无结冰，这只有是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圣经内面有讲啥物？对安尼犹太人聚会出来求耶和华帮赞，犹太各城拢有人出来找求耶和华，找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互因找着，因来拍门，耶和华就甲因开，成做因的帮赞。大东江1987年。无结冰，是上帝开力，上帝看这伫大东江边跪伫遐祈祷的人，就惊这个神者。咱若听到大陆要甲咱拍，有这个情报来的时阵，咱会做啥物？捕花款款的紧人讲，我亲像伫日本、伫美国、伫地金选，有无？巧会成选？毋是。基督徒你有责任。咱白讲的盼望伫遮，咱来为着这个土地做咱应该做的责任。你的责任是啥？祈祷，因为你是新的以色列选民，你有祈祷的权柄，你祈祷上帝会听。请咱来记这个，咱毋通认为战争离咱足远，战争离咱真近哦。中共者有可能话拍就拍过来，但是我咧讲的战争征战，无拄拄是这个，有当时。丢佬含丢佬，东江含东江，木者含东江，中职含青少年，一个教派含一个教派，会内含会外，拢咧战哦。属灵甲属世战争时时拢咧发生。迄个姊妹，你活伫即个社会，你爱为即个社会担社会责任。常常往往咱所当着的战争，有当时也互咱做无力，咱无太赢，咱搁太输，对无？含会外的战争、教派的战争，中职甲中职甲长老含执事含青少年团体，敬拜赞美团的含妇女团体，拢有可能战争啊。当这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请你爱记住，爱用智慧来面对，用疼心求主甲咱开路，互主所做的来影响咱。我讲今日要准备较侪场的战争，互咱看，所以我特别去献真侪资料，为着要互恁认同我的讲法，我的论点。圣经内面有记载3场的战争，是上帝亲自出力出手，这是非常明确的战争。较多讲到迄当然嘛是上帝帮衬，但是有3场的战争是耶和华咱的上帝亲自为咱征战的。咱会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亚利哥城无？亚利哥城以色列人去战，无费一兵一卒。咱看圣经内面安怎记载伫约书亚记遐，因为上帝感动以色列人，互因有听话的心。约书亚就伫野外当着耶和华上帝来做元帅。
伊顺坦耶和华上帝的带领，然后就去为亚利哥城，伫遐设亚利哥城设7日，设7天，设了分扫角大声喊喊，甲迄个翁啊，也是甲迄个底物件讲互破，做这个动作是以色列人的军队，就是上帝派来做元帅。咱就看到亚利哥城遐尼宽大的城墙倒，我相信上帝是差派天使，甲遐个城墙淹落倒，以色列人无出手。即款的战争，互咱轻易知影讲，要得到一个战争输赢，要得到胜利，无遐尼困难呐。只要上帝徛伫咱这边，咱只要是顺服。这个故事讲，咱要顺服上帝的带领，咱爱怎样？咱爱做出声的见证，不管是分扫角、大声喊喊，迄拢是出声的见证。你的生活当中有出声的见证无？人看到你，就看到上帝，这叫做出声的见证。常常爱练咱的口才。你若咧讲隔壁因组，迄新妇囝，迄新妇和大家咧冤家，好，你做我讲规出来。好，迄着安怎呢？爱甲使伊，甲印的呢，爱甲弄呢，爱安怎扣呢？拢讲规波。啊，叫你讲耶稣，耶稣着姓亚名稣安尼。请咱的其实，你着爱靠上帝来做征战的关头。打胜仗不难，要谈赢一场战争无困难，只要你找到迄个骨头，一个上重要的骨头，你就是爱顺服上帝。你着爱伫顺服的过程中间，好胆出声来见证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头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圣经内面，你甲人讲战争真重要的概念。圣经内面有记载米甸甲基甸战争，当米甸人来侵犯以色列人的时阵，基甸是士师，伊就向所有12支派讲：来啊，恁着主动出来为着上帝来战争，为耶和华来战争，耶和华要做咱的元帅。当初时较偌济人，2万几个人主动出来，2万几个变啊占13万啊。但是真奇妙，上帝来讲：哦，你若甲2万几个去杀赢13万人，迄无稀罕。你甲这人讲，你若惊的、软的，拢转去；惊死的，毋通来。这人会惊死袂？看到对方13万，走了了，走的了，剩几千人。几千人，耶和华上帝讲：安尼阁伤济，带去溪仔边啉水。安尼伤济，阁带去溪仔边啉水。啊，咱就看到伫遐一个情形，有个人拍人像狗仔伫遐，有无？啊，有个人哭咧，半句咧，捧水起来啉，时时保持一个警醒的心。上帝就甲基甸讲：这个捧水的，就是我要用的人，总共扣了300。300人要来杀13万人，因为得胜无在伫你人多人少。得胜在伫你顺服上帝的心，所以这个故事咱讲竞选真重要。你是受竞选的，所以你是真重要。你唔好看你家己无去，但讲你家己也食老啊，无路用啊啦，啊我袂晓做啥，我都废人啊，我都老火啊，又搁火或者老火啊。常常你都家己催眠，讲我都无效，我袂晓做啥，教会我也毋捌啊，都互因几个长老去，我定手长老就真牛的啊，明阳长老就足厉害有无？啊，注意长老来那。互因去舞蹈啊！请咱来记住，上帝竞选是非常重要。伊竞选你，互你有权柄。你为人祈祷，毋是牧师、大牧师、传道、长老较有效呢？你若信心有够，你甲人划手祈祷，人病嘛好。你毋捌咱做，是因为你对你家己无信心，你毋知影你有即款权柄，你戆。我无讲恁好呆，我是讲恁戆，毋知你有即款权柄。
领导人艰苦，一个随叫救护车，遇到困难随先求叫你耶和华你所信的上帝。圣经是安尼教，咱就安尼照安尼做。咱看到基甸带300个太赢13万人，咱拢会记个基甸的300个勇士，你拢袂记个米甸是13万人。用人的头壳，用人的理解，无可能，但是无可能，但是往往拢会发生，因为咱所倚靠是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我的上帝，我耶和华，我的上帝是行神迹奇事的上帝。我的上帝是将无可能变做有可能的上帝。我的上帝是带我太赢战争的上帝。你的上帝是毋是？阿们。咱是在倚靠上帝，所以你今仔伫万人中间受调出来，成做基督徒，你有权柄。你今仔日受调成做有权柄的基督徒，毋是因为你是甚物款人，是因为你所信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。上帝拣选你，就为你负责。你有着一寡艰苦，你常常就伫迄个所在伫埋怨，伫遐哀喜乐的心，毋对。你有上帝通好靠。今日我讲遮尔济，你逐句拢袂记的无要紧，你只要记到一句就好。你有上帝通好靠，你咧惊啥物呢？咱是有上帝通好倚靠。民间宗教死神咬上拜甲起来着，咱活我的上帝，互咱拜甲要巧伊，你敢知影？你的上帝是将无可能变做可能的上帝，爱其实你有上帝通靠。甲你隔壁讲，你有上帝通靠。第三个故事是约沙法的故事。约沙法的故事，我每遍看到这个故事，我拢足感动，因为我本身有教会咧教圣歌队，我本身有带一个无花果合唱团，即摆无花果合唱团是高雄市足唱，遮个人有一半袂晓看谱，2/3唱歌拢走音。你若叫伊一个一个起来唱，逐个都高声乞食。我若逐摆听因唱歌，我拢伫边仔想要但是这团伫高雄市逐间教会咧请，毋捌闹开呢，毋捌闹开。兄姊妹，我每一遍看到约沙法甲三国的联军在对战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我拢心拢非常受激励。当约沙法这个王，伊是惊上帝目睭中看做好的事。圣经中有真侪好的王，有真侪歹的王，约沙法是较好的王。当伊听到遮个阿门人、摩押人、西尼山人要来攻击伊的时阵，伊毋是去求救联合国，伊毋是去招伊较好的国家来甲伊斗相战，伊是创啥物？伊组圣歌队。咱非常袂明白，面对三国的联军，是安怎毋去找人找兵去组圣歌队要创啥？而且甲遮个讲，你来参加圣歌队的人，唱歌学了上帝带阮的兵去你相战，你爱徛伫军队头前。你知影两个国家的军队相战的时阵，这两个军队合作伙，头一个合作伙，遮差不多拢袂活。相战排第一排，大部分拢无转来较济。遮个人毋但排第一排，佮徛伫军队的头前。所以因受竞选，因志愿出来受竞选，成个圣歌队员，要敬拜上帝，因就本身准备要死，准备要献祭。我还阁唱会出来袂？我毋知。但我知影迄款的悲壮，徛伫军队的头前，烧台的时阵，因爱死大声。这款学了赞美敬拜的大能力，是你无法度通想象的。当因开始唱出声、唱歌的时阵，因往前行，军队对伫后壁。突然中间，伫因的军队就开了出去，天使做进前，就将这三国的联军杀甲因拢亏输大败。这圣歌队员有死无？无死。
因原本按算要死的，因为着上帝，为着国家，因愿意死。但是即个心情建立了，上帝怜悯伊，上帝予因的毋是简单的荣耀，是生存活命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咧看到即个的时，请你会记起你教会服侍。你有咧参加教会圣歌队无？敬拜赞美团无？你若无抱着迄个必死的决心，你毋好来。逐个咧练的时，你无要来，要唱的时，我第样唱的就来啊。圣歌队队长、圣歌队指挥，请你会记起。今日坐伫遮较打6个尔，要安怎？哎哟，无人啊来哦，啥物高嫂啊，三婶啊，4职工啊来啊来斗人，这绝对袂使。无准备心，无甘愿的心，无服侍的心，袂使上战场。因为你男伫内底，你会甲人扭落。如果我第样唱的，啥物叫做你会晓唱？所以请咱记住，无备办心，无训练，毋好上战场。因为你去是做炮灰尔。教会有活动，你所做的就是为伊祈祷。咱家己要有服侍的时间，咱就是爱备办心，爱祈祷。有无？咱圣歌队，咱着9:50开始聚会。有的人着9:30就开始来练圣歌队啊，进前嘛拢找时间咧练。你着偏偏10:50才来，有无？人拢坐好势的，你较一领衫穿的，圣歌队要穿的，无着搁遐一领衫来遮咧穿，有无？迄拢是做毋对，教会拢有即个现象。你无尊重即个敬拜赞美，无尊重祭司的角色，上帝就无尊重你。上帝甲无尊重你，你要哪得到快乐？你出来你共拉低赛的尔。所以请咱记，虽然教会无大，服侍的精神爱正确。今仔要家庭礼拜，要甲即个家庭祝福；今仔要甲即个家庭拄好上，你拢爱出力，伫寸祈祷出力。若无亲身参与，你拢爱备办心；若无毋通去，无备办好势，毋好参加。不管你是教会、师会、主理，你较稳，你较在，你怎样，你爱拢爱备办心。你不管是去探访拄好上，拢共款，无备办好势，毋通去。基后教会赵正义牧师是我真好的朋友，带2个长老，一个执事甲牧师娘，去到要拄好上的家庭，一个入去。这个家庭的老欧巴桑、老奶奶出来坐伫迄个厅头，坐伫要拄好上的所在，坐伫遐。因就开始要祈祷，要拄好上。这个主人就随启动。你毋免来啦，转去啦。恁这5个来，5个也无共心啊！恁来要创啥？有影咧，较拄要来处罚，伫基后教会门口，伫遐咧坐，伫遐咧弯，伫遐咧踏安尼尔。伫遮弯弯踏踏的，要共拄好上，拄鬼。迄牧师知影即个情形啊，鼻仔懵咧，就是伊牧师伫甲我分享的时讲，鼻仔懵咧，行转来，遐到门口外头，甲迄个老主人讲。阮后礼拜共这个时间，阮要过来，请你直接等我。牧师转去，无搁招长老执事，招伊甲我讲招教会一个老姊妹，招教会青乐堂协会长，招一个执事，我牧师娘5个，共款后礼拜这个时间来到门口，迄个主人看因5个入来了时阵，徛开，行喺后壁。要听恁听，是安差别遮尔大？有备办，有共心。你毋好认为讲我都在做这个服侍啊！我虽然我凊彩做嘛，无要紧啊。服侍毋是拢 OK 啊，请你会记住。圣经内面你会记迄个哪根5角场，牛车拖约柜，牛倒大顶，着搭。约柜要落落涂骹，当体是一个利未人，号做乌撒，看到名乌撒，毋是土撒，莫误会吼。乌撒用手去甲约柜吐诶，互约柜无落落涂骹，迄落落涂骹就无圣洁，落落涂骹就歹呀。伊甲吐诶，足侪人来甲牛车演落好势，啥物会演落好势？演落好势，迄个约柜佫铺好势。上帝伫迄个时间对天降下刑罚，
当场甲乌撒拍死。乌撒的手是服侍的手，上帝当场甲拍死。你会感觉足无明白，神啊，上伊都好心去甲约柜吐互掉，互伊无落去涂骹，上帝佮当场甲伊拍死。哦，上帝遮严苛。要甲咱讲啥物？服侍上帝袂使清清彩彩。上帝讲约柜袂使用手摸，你唔好用任何的借口甲理由来甲即个约柜吐掉。约柜就要用人扛，恁天天用牛车去咧杀。乌撒本身是利未人，伊是祭司，伊互上帝拍死，拄啊好呢。请你记住，你伫教会做工真重要，但是做工阁有分对，做对甲做毋对。耶稣基督会过来袂？我确信，我的信仰我讲耶稣基督会过来审判别人。伊来要创啥？伊来要甲人分做两边，一边是有信的，一边无信的。这有信的中间。伊阁分做两边，一边是有服侍的，一边是无服侍的。这有服侍的，伊阁分做两边，服侍对甲服侍毋对。请你会记住，毋通当作你来教会做工就拢对哈。教会足侪问题，教会今仔日的所有的教会拢共款，足侪问题，毋是因为无人做工。是因为话拢做毋着工。我为着教会的心，也为着教会的心来教会两个就完了呢。请你记住，请你记住，服侍真重要。我要对在座的基督徒讲，你家己是你上大的敌人。我要提醒在座的基督徒讲，你毋通只有你因为你过航海，你认为你得救啊。圣经讲，我心相信，随圣经人就得着救啊！你毋好认为你过红海你就得救啊！无，你有可能伫旷野40冬死伫遐。你过红海得救，你还阁过约旦河过得胜。你毋但得救，你阁爱得胜。请你记住，这非常重要。每一工靠上帝，你才会当打赢战争。我要对在座的还未信的基督徒，还未洗的非基督徒讲。你有找到上帝无？圣经内面真有一个真正讲，咱的上帝是会当倚靠的上帝。我所信的上帝是会当互我得胜的上帝。你有经到这位神无？当你若做正确的选择，你的人生开始不断打胜仗，较有意义。啊，若无，你是不断失败，但咩埋怨上帝无够力的人。嘛，咱逐个人通过今日的讲道。认捌你家己的角色，你是受拣选的，你是得救的，你是有官兵的，你是可以打胜仗的，因为咱的上帝是帮咱的上帝。咱做阿头来祈祷，主要里面的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对今仔日的讲道学习，你要对阮所讲的话，阮知影阮所捌的真少。主，阮需要去读圣经，去了解，对每一个是旧也阁是永生的故事，来得到新的感动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所有中教会还是姊妹同工执事长老，无因为阮已经教会起好，就失去迄个敬虔的心。互阮会当常常伫主你面前，以爱亲近你，读你的话，常常甲主你祈祷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体会出你帮助迄款的可贵甲甘甜。帮助阮，特别后礼拜阮要开好会。求主你兴起阮中间的同工，互阮甘心乐意来做对的代志，互阮教会无因为这选举，因为这选择来产生对立甲摩擦。主啊，互阮逐人愿意尊你最大，互阮伫后礼拜拍赢一场水阁水的战争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主啊，帮助阮，听阮同声合意的祈祷甲恳求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对来吟回应诗，圣诗255首。我有保护者伫身边，虽然看袂到，眼无离，诚实拯救人，无变乱。
全能的主耶和华，伊肯我就得到大恩惠，云顶要降落，哪落水，拯救的城墙在包围，保守主所听正主类。咱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摕即阮手中的周报，即是我来报告。顶周主日礼拜出席60个人，奉献2460块；主日后出席10个人，奉献571块。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2个人，拜三祈祷会出席17个人，拜六双人团契出席9个人，拜六青少年团契出席10个人。下主日事工礼拜的事工分配，讲道是丁春发牧师，司会是黄定香长老，司琴是王恩婷姊妹，当值是吴东明长老，甲李玉杰执事。敬拜是第4组，电子琴是林嘉文姊妹，主日乐是第4组，导演甲音控是买雪如甲张嘉恩，电脑的投影是木春楚姊妹，招待是肖桂面甲马雅士姊妹，交通土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南兄弟。下周周间的事工分配，拜妇女团契。主日敬拜是李佩珊姊妹，地点是教会楼。拜三祈祷会，主日是国东明长老，司琴是柯玉昭长老。大岛的家庭是吴明勇长老的家庭。拜四探访家庭是谢丽珠姊妹，轮值的探访是黄定秀长老甲刘主义长老。拜六青少年团契暂停。拜六双人团契主日是刘主义长老，圣诗是249首甲343首，圣经是马可福音第5章1节到20节。题目是见证耶和华的能力。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箴言21章31节。按台语甲华语的，咱拢来各念一遍。台语的，马是为着交一个日来备办的。总是得胜的，是对耶和华。华语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却在于耶和华。按
教会的消息。第一点，金主日礼拜后要来召开敬拜赞美礼拜，敬拜赞美的会议，请敬拜赞美团的同工劳部来参加会议。第二点，下周日就是9月18日，就是上午要伫8点要来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加会议。下周日是9月28，要来召开临时会议，大会要来选中级的改选，迄日礼拜要来提早伫上午9点开始，请兄弟咱注意时间，并且代祷关心甲代祷。第三点，小会公告，第一伫会员的名单甲改选第18届中级的选举办法。第三是改选第18届的中级候选人的名单。长老候选人的确定的名单是第1号柯玉昭，2号黄志强，3号李敏秀，4号黄丁秀，5号lịch秀琴，6号是陆东明，第7号是林丰正，8号是黄明勇，顶8位要来选6个人。这次候选人的名单确定的名单是第1号麦雅辉，第2李玉杰，第3季冠荣，第4李敏秀，第5黄静华，第6lịch秀琴，第7郑梦妍，第8洪雅玲，有8位要来选出7个人。以上3项拢会公告伫1楼的公报栏，请兄弟关心自行来查看。第4点，青少年团体有来举办着中教的 logo 的设计的竞赛，有参加作品的，有伫1楼遐有来公布，请伫全体会友嘛是伫下周日9月28日要来投票。手中若是将上要介意的来投互伊，礼拜后要来下伫后排的同一道边仔有一个投票箱，会使将介意的来投落，诚做以后教会一个象征的一个表示第5，本会主日的新生113年学年期的奖学金开始要审查甲报告的办法甲资格，会使来看咱的合约手册第38页甲39页，咱的顶悬若要刻迄个申请单的，伫1楼的招待遐会使来刻啦咱着家己来自行来看咱的合约手册，后壁还有来讲，伫10月份10月12后要来公布名单，伫10月19主日2的纪念主日，要来颁发奖学金。第6点，各团契请自行召开干部改选的会议，请伫9月底进前来完成改选。第7点，联盟活泉林洋堂10周年庆的庆祝日期是9月27日拜六，上早起9点到11点半，要伫林园幸福公园，遐有来举办团体的活动啦都有迄个甲趣味的园游会，伫迄天有要甲卫生所来合作举行四海上筛选若是20岁以上的，要来检查的民众会使带咱的健保卡，会使欢迎兄弟自行去参加。第8点，下主日正道讲书是丁春波牧师，圣经是出来集28章29节到30节，题目是显出主的心意。为着代祷的事项，咱请为咱每一日伫咱的时间有应允的人民，咱就来为因代祷。拜一到礼拜，咱就自行来看。
倒为特别提名的，也为着边听的，为着年长的，为着心灵甲生活的，遮个人咱会使，只要你有想要为因提名，咱就会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为因来替因来祈祷，来，就是为着咱的若是奉献有错误的，咱会使家己来看，若是有问题，咱就使去当伫到遐搭免死即事讲，会使来做见证。这是我来报告奉献的明细。月顶奉献4个人3500块，感恩奉献2个人2000块，建堂现金3个人4500块，奉献的人数7个人，总金额是8500块。咱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。请坐。我来补充报告。第一点，咱就真感谢上帝。今日林团长甲团长娘伊有来咱的教会一只做好的见证，嘛做好的分享，会当做完会当做有足大的领受。伫咱的生活当中来跟对主，愿上帝伫咱的教会做好的工，会当来荣光咱的上帝。咱一只。为着咱林团长甲团长娘，咱为来拍扑克来向欢迎，欢迎，来归因感谢上帝，阿免。请坐。第二就是弟兄姊妹已经出院啊咱若有要继续为弟兄姊妹伊代祷的，咱会使为伊代祷。咱若想要去来关心、来看的，咱会使去伊个家庭遐来继续持守，有上帝咧听。来，互伊有感受到咱的教会是一个听的教会这是咱来做上用的唱歌，圣诗512首，上用512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赏赐大福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受上帝的祝福，当恁通带平安去，逐工摕着上帝互你的权柄去做征战胜利的使者，才将
上帝福音传到人的面头前，互来信受洗的通得到救。愿我的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双重印刷甲保守，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